電視睇。今集節目有校園就業班、廣告時間，仲有校園欺凌大搜查、前代嘅細心欣賞。歡迎大家收睇校園鬥一番。今次我哋問問題嘅對象就係5年班嘅同學。第一題問題：行政長官嘅任期係幾多年呢？第二條問題：現任嘅財政司司長係邊個呢？唐英年。第三條問題：近水樓台差一個字。唔知。第四條問題：地球有幾多個天然衛星呢2個。係錯嘅。第五條問題：舉出2種男仔青春期嘅特徵。身體迅速增高同生出暗瘡。甲乙丙丁之後係咩呢？茂。啱啦。唐詩江樹係出自邊一位詩人呢？唔知。用普通話講出北京啊。北京。警務處處長係邊個呢？辛艷培。錯。英國嘅首相係邊個呢？第一條問題：一箭穿心差一個字。必。啱嘅。第二條問題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係邊個？孫明揚。錯，正確答案係王永平。東莞學校有幾多個電腦室2個。啱嘅。用左手摸着耳仔，用右手摸着頭頂腳旗。手摸着右邊的耳朵，用右手摸着頭頂單腳旗。2種女仔青春期的特徵。有時會長出暗瘡，通過會放大。啱嘅。血型有幾多種？4種。啱嘅。最接近100的質素。97。錯，答案係101。心字有多少畫？心字，森林個森。9。錯，係12畫。畫字有多少畫？錯，係14畫。100以內有多少個質數25。問快啦。Tokyo 係指邊一個城市呢？唔知。Eaten 係乜嘢動詞嘅過去分詞呢？Eaten 係咩過去？係咩？Eaten 係咩動詞嘅過去分詞呢？動作題。動作題，跳起轉一個圈啦。跳起轉一個圈。新德里係邊一個國家嘅首都呢？唔知。中國國務院嘅總理係邊個呢？唔知。11嘅2次方係幾多呢？錯。台灣大選係喺今年嘅邊一日邊一月舉行呢？現任嘅衛生署署長係邊個呢？個總字有幾多畫呢？係錯嘅。72嘅質因數連成式係咩呢？
3乘3錯嘅。呢幾位同學分別答啱咗4題、6題、2題嘅。上一次5、6年級嘅同學答得雖然唔係幾好，咁所以4年級嘅同學就要努力啲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呢幾排我又肥咗啦。等我介紹隻藥丸俾你識啦，呢隻藥丸可以喺短短嘅時候令你激瘦噶，係咪真係得㗎？試下啦，好啦，試下啦。哇，真係瘦晒喎！你睇，真係 fit 咗喎！真係我以前嘅身材變成而家嘅身材，就全靠呢個美容院啦。近日受到傳媒廣泛報導嘅欺凌事件後，各界都非常關注校園欺凌事件。但係校園欺凌事件嘅真假，你哋又知幾多呢？其實要構成欺凌行為係需要包括以下呢幾點嘅： 1. 以大欺小； 2. 以眾敵寡； 3. 行為係持續嘅； 4. 行為係蓄意嘅。咁欺凌問題係咪就係指打人嘅呢？梗係唔係啦，以下呢幾種行為都係屬於欺凌行為㗎。 1. 肢體暴力； 2. 言語，即係嘲笑對方嘅身材或者背景； 3. 排擠對方，作出一啲非自願嘅行為。咁我哋而家睇一睇以下嘅模擬片段啦。你哋做乜行過嚟啊？你哋已經日日想打我嘅喎，日日打你啊，係咪唔俾啊？而家咦，黃霆鋒，點解你咁矮嘅？成年嘞喎，我踎低都高過你喎。咦，黃霆鋒咁乖啊，喺度溫書。咁矮嘅你，成年都冇高過我你。哇，黃霆鋒，我識咗你幾年都咁矮喎，矮仔。我生得矮啫，唔使日日嚟話我啊。黃霆鋒咁得閒，我出埋去快咯。咁我唔使講，幫我抄埋你啦，咁得閒。聽日俾唔到我打你。次次罰抄都要我幫手抄嘅。如果我哋俾人欺凌，或者見到人哋欺凌，應該點樣啊？不如我哋問下啲同學嘅意見先啦。你有冇試過俾人打？冇。如果你真係俾人蝦會點？話俾媽咪爹哋聽。咁如果人哋改人哋啲花名，咁你又會唔會跟住人哋講呢？唔會。如果你見到人哋俾人蝦，你會點做啊？話俾老師知。如果你俾人蝦，你會點做呢？我會話俾爸爸媽媽聽或者老師聽。咁如果佢唔再蝦你，咁你又會唔會原諒佢呢？會㗎。你有冇試過俾人蝦？有。你俾人蝦嗰陣，你會點做啊？話俾老師聽。咁老師幫唔幫到你啊？幫到。不如我哋聽下潘姑娘嘅意見啦。如果真係遇到有欺凌事件嘅時候呢，我哋記住5個方法。第一，我哋要記住唔好漠視呢啲咁嘅欺凌，我哋要正視，要勇敢啲，要堅強啲去話俾人聽，直至有人信你，有人幫你為止。第二，我哋要避免一啲嘅挑釁他人嘅説話，人哋可能惡言相向，但我哋要避免唔好有咗惡言，倒翻轉頭可能調翻轉頭我哋欺凌他人啦。我哋要堅持去話俾人聽，唔得，你嘅唔開心，你嘅不滿。第四，只要迅速咁去離開現場。真係如果發生喺你身上嘅時候，你一定要離開，去一個安全嘅地方，去人多嘅地方。最後梗係要尋求適當嘅幫助啦，尋求他人嘅協助啦。咁希望呢5樣嘢同學都可以緊記喺腦裏邊。另外，我亦都希望呢每個同學心裏邊都有愛他人，
包容他人，去接納他人同自己嘅唔同，去尊重自己，尊重他人。